举个例子，煮排骨汤，煮鸡汤、煮猪肚汤，煮起来它的味道的话，就和我们客家的手工咸菜的味道是很接近的。像客家咸菜又有南洋风味的果实，叫做沙梨，削皮凉拌做沙拉，酸甜滋味像情人果，泡糖水冰冻，吃来开胃解腻。张敬维和太太研究水果创新的吃法，一如他对果树改良的热衷。眼中当到果子。你种了很多水果，做对单眼一颗嘛？比上的管养。可以带我去看。以什么为主？它主要为主的话是以杨梅为主。名字有扬眉吐气、吉利象征的杨梅，张敬维种了10多个品种，酸度高、水分多的红冠，果实酿酒做果汁，而可以长得像乒乓球一样大的红飞，甜度达15度，最受欢迎。举个例子的话，像那个橘子的话，本来都是小小酸的，那我经过看他们长辈改良了以后的话，会变成酸的会变成甜的，甜的会变成大的。然后自己也试着去做。杨梅果树绿意盎然，也能当景观树，是张敬维眼中多用途的高经济作物。果园里一路走，每棵树都是他的心血。你们都有吃过爱玉，但是你们实际上有没有看过真正的爱玉？这个。而这当中有不少是尝试改良中的新品种。这个有白的，有红的，有黑的，这里面有4个品种在里面。花3、5年等待一个未知的成果，听来不像生意人的论点。原本经营冰品事业的张敬维却觉得值得，因为兴趣而乐在其中。50岁交棒当农夫，走人生的新起点，凭另一种成果收获。退休后的快乐农夫让我们看到了，只要有梦想，就勇敢的去追求，人生就不会有遗憾。眼中懂得购字，做得单眼去抠毛。眼中懂得购字，做得单眼去抠毛。